2026的屏东灯节，伫咧屏东的冠冕公园开播，有戏剧、歌手甲宴会表演，规个公园是客家甜满满。所以因为人伤济，有的民众为着要看表演，竟然爬起咧装置艺术顶头，有影是真危险。 大红色装置艺术顶悬有6、7个人爬起来班伫遐，这些人拢是为着要看屏东灯节的开幕表演。因为规个冠冕公园人吵，客袂入去，唔闹大人，就连囡仔嘛看样学样对咧爬。那看表演，佫拿摕手机出来翕，危险佫无公德心的做法，好看到的人拢一直害头。会挂着手啊。 嘿，如果说有告示，可能会好一些啦。对。但是这样的行为，你觉得？哦，当然不 OK。毕竟那是装置艺术，就装置用，就是让别人欣赏，毕竟是艺术品。他没有说可以攀爬，所以如果今天攀爬出事，是你们自己负责吗？民众徛伫头前翕相，听到有人为了看歌车，无顾安全爬起伫顶悬，拢感觉伤吓。官府表示，这个红色的装置艺术叫做藤晶体，是当初大藤滨东厂改建做冠冕公园特别做的大型艺术品。民众黑白白行为已经违反公园管理治理条例，除了处罚以外，卖追究责任。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为，我们县府是可以处6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。 那如果还造成了我们设备设施的一个毁损状况的话，县府会视现场的情况厘清以及开罚。今年屏东灯节一直到3月7日，伫冠冕公园拢有各种的花灯通欣赏。官府强调，公园平常时拢有保全，后续除了会加强这区的巡逻以外，嘛会针对民众的建议，选择较隐蔽的所在设告示，提醒民众袂使黑白白。记者郭明哲、柯家族、邱超阳，屏东采访报道。